这是文本扫描仪手机应用程式 APP 的，把那个率性进修班的手册把它拍照，然后用这个程式叫出照片，就可以处理成这个文字档啊。如果发现哪一个字有错哈，就按这个笔的图案，那就可以开始可以修改了。只发现两三个地方有错了哈，标点符号、引号那个右下角引号那个比较困难，然后可以保存，按保存，按退出，按荧幕右下方那个向左边的三角形退出，就是回到前一页了。然后按这个最右边的三个点，那个是不是分享？分享后内容很多呢，电子邮件的可以传到自己的电子邮件，也可以 LINE 呢，分享到通信软体 LINE 会是不可脸书呢，也可以朗读呢，大声朗读，打开朗读可以选那个朗读，不必跳到那个界面来，不必再开视窗来念了，就直接用刚刚那个视窗来念。这个朗读很好，可以加到 LINE， 可以 WiFi 快传，可以复制到剪贴簿，可以储存到云端硬碟，可以Messenger，通话的可以，软体也可以用的，通信软体也可以用，可以放到 Firefox 火狐浏览器简讯也可以一起日文翻译这么厉害，可以翻译成日文二维码阅读器 QR code 了，记事本也可以搜寻维基百科，邀请好友，翻译了，也可以翻译哪里那个是顾口翻译，顾口翻译可以翻译很多种的选择，哪里啦 ？APP Build 手机应用程式 APP 的制作程式，Mega 好像有50 Mega 空间的，申请的话有那么大的空间呢。MyTube 日本经典老歌闽南歌曲大全，国语老歌大全，可以选那个电子邮件了，选电子邮件传出去了。你看，透过 email 分享，用电子邮件来传出去了。看，按电子邮件传出去了，正在传送邮件。